朝にどれの散る中をまじ濃い日に別れたせいか未公開の日が来る目を向く侍ヤクザお奉行様から野良嵐ドブの世界になぜ身を投げる訳はあの子の訳はあの子の目に聞きな切ない時難をがすお
强要阮落去，到底是真的是虚，对我表情意。不容易，我强行晓的不记，伊是想起你。有一日，桥顶看到你，用情甲你讲起。你讲已经有爱你，我自通这么福气，不再思念你。看手这笑眯眯，不知啥人会落你，是最美丽又飘逸，亲像那仙女。伊当时桥顶看到你，你的我腮目眩，害我强要阮落去，到底是真还是虚？对。